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呢個咧係 ADHD 時間盲自救指南系列裏面咧嘅最後一集咯。嗱，講到對付時間盲咧，好多人都會發現一個終極現象嘅。就算咧平時咧無論 set 幾多個鬧鐘咧都冇用嘅，但係只要咧要去到臨出門口嗰5分鐘，或者 deadline 咧最後嗰一晚咧，我哋個腦咧就好似突然咧開咗竅咁，做嘢快靚正啊！嗱，喺腦科學角度嚟講咧，呢種 deadline 焦慮咧，其實係一種天然嘅多巴胺同埋去甲腎上腺素嘅刺激，俾壓力你去喐啊！嗱，既然我哋天生需要呢啲嘅時間壓力先開到機咧，咁不如我哋咧主動利用呢啲嘅壓力咧，人為製造一啲微型嘅 deadline。我哋可以試下玩下呢一啲嘅衝刺挑戰嘅 sprint game 啊！平時大家用番茄鐘法啦，可能咧設定25分鐘嘅工作，但係對 ADHD 嘅大腦嚟講咧，25分鐘咧可能已經係太長啦，大腦感應唔到嗰種壓力啊！嗱，你試下可以做一個10分鐘快閃，俾自己一個挑戰，例如話撳咗個 timer 嗰一刻咧，同自己講嗱，挑戰喺10分鐘內咧完成呢2封 email。當有時間壓力嗰陣時咧，大腦咧就會瞬間進入咧類似去打機打大佬嘅狀態啦。嗱，呢啲短暫啊、密集啊、可以控制嘅時間壓力咧，最容易咧激發 ADHD 嘅超人嘅專注力。而且因為時間短啊，你未等到大腦咧適應，等佢悶嗰陣時咧，你都已經做完嗰件事啦。嗱，記住咧，我哋要防止壓力過大咧，而導致大腦輕機啊。嗱，時間壓力咧係雖然係好，但係如果咧個目標咧 set 得太大，例如好似話，如果我哋要挑戰1個鐘頭裏面寫完一份 report 嘅話咧，哇，大腦咧就會因為壓力太大咧，我哋個前額葉啊就直接咧選擇罷工啊，令到你一個拖延更加嚴重噶啦。嗱，所以咧利用時間壓力嘅黃金法則係壓力要中度，要做嘅嘢唔能夠太多太大。你可以咧俾自己限定20分鐘啦，目標只係寫好嘅 report 第一段啦，甚至乎咧只係開個 Word file 咧寫好個 outline。嗱，只要咧做好個時間壓力，令到佢可以到你大腦咧開始第一步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順住個勢咧繼續落去噶啦。嗱，成個 ADHD 時間盲自救系列咧都嚟到尾聲啦。嗱，第一集咧拆解 ADHD 只有現在同埋不是現在嘅時間感知啦。到第二集咧用懶人嘅計時方法。第三集咧利用 ADHD 大腦咧最中意嘅新鮮感。再講到今日咧一啲嘅良性嘅少少嘅微壓力。嗱，不如咧試下用以上嘅方法咧，幫 ADHD 嘅大腦咧個 TPN 工作嘅網絡咧起步咧就啱噶啦。嗱，覺得我呢個系列咧幫到你咧揾翻個時間掌握嘅朋友咧，記住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 出去。我係黃希博士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 YouTube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